音乐片今年爱收介嘅係客家傳統山歌同歌謠，山歌係客家文化嘅代表之一，加強18條嘅變化，還個展現客家生活嘅內容，唔單唱係一種娛樂，還個係生活嘅結晶，傳唱到今走路超過100年呢。唔過談論時代改變，傳統嘅山歌已經冇辦法滿足後生人呢，有意見人呢沒落嘅情形，為操到山歌來繼續傳唱，改到大師從胡千雄、賴碧霞、齊木子二人，都重新整理山歌，改出家呢搞山歌班發表作品，也有音樂工作者認為，是得學看下生國外用嚟做，用培養民謠歌手嘅方式，將新嘅元素融入傳統山歌，延續山歌嘅生命力。創作行業，但是係啲減少嘅素材，內容較唔齊，講甜較講唔到來色。兩種茶葉之間係有因果，山歌一種傳統文化，未自然地發展出來。時間來時點，行到八個天，在行前也今日不少之少咪咪。山歌本做老山歌、山歌子平板，靜態嘅特色就係也偏重幾片貨，還會牽上大呢。歌詞嘅內容呈現出演唱人嘅智慧同反應，還個對生活觀察嘅心得，做啲歌可以反映出客家文化真真實嘅素材。山歌嘅功能，未來就係一種文化嘅代表。一套作品。你拿乜嘅拿出去推俾人客家人？詩咧同樣，作嘅同樣，所有同樣，唯獨你的語言跟歌謠。你傳統是像傳統哈，傳統老人家係談實在，你冇輕輕鏘鏘、嗶嗶叭叭嘅東西啊，是唔合適。個新人咯，來哟哟都哟。你爬山就這裡，每年你是呀，就把你來過啊，平定沙飛轉型，行業離開茶葉，搬到都市，山歌嘅對話因為時空改變，自然消失。多見山歌教育娛樂嘅功能無違，將傳導文化傳承、聯絡情感嘅功能。高鐵未成立山歌班，結合山歌比賽，唔過也冇調擺按法律、按多人參加嘅。我以前教山歌哦，我全台灣教了160幾個班，每一個班都是200個人以上。現在一個班有30組哦，攞1多年咯，係唔係學委會各個地方客家機構按樣補助？有幾個班能夠維持？你都客家話嘅音，歌會唱會唱，不過客家話都講唔上，是冇辦法。那專唱那個老山歌，有的會轉一段一段一段的，會斷掉。可那個不是客家的文化，這個就是一點技巧，那個技巧會學到出唔會斷的。每到愛提高客家歌謠嘅水準，後從山歌嘅人分別成立為台灣客家山歌團、基隆藝苑合唱團一條團體，透過山樂音樂劇表演嘅方式來推廣山歌。面對時代嘅改變，傳統嘅下半年嘅山歌被讀到愛進行嘅抗議。傳統山歌愛接被到時代，可能愛結合新年嘅時間。後生人未聽出愛先曉得欣賞山歌，再個加入新的元素，按用山歌嘅生命力，將做得傳承下去。
西北流行音乐学院民谣系。那他们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目标，就是好，那民谣的存活是什么？那民谣乐人怎么去学习老的东西，消化这些东西，因为你怎么去重新变成你自己的独特的？可以看到，就是从80年代到现在，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然后，山歌是客家音乐的代表图腾，唔但将是客人对生命情怀的一种表达艺术，还是客家族群联络情感的一种方式。受到环境改变的影響，常常未靠無按當人創嘅山歌，除咗用歌本、影音媒體保留以外，沒有由後生嘅民謠歌手加落來，爭做一啲求新求變嘅現代潮流，行出一條新嘅路。下個新聞，林君耀、齊飛玲台北報道。